有冇諗過一種聲音可以快速平靜人嘅情緒？上集講到赤腳醫生將頌缽起死回生出現翻嘅時候，進咗一個呢個療癒工具啦。咁但係究竟點解會傳到全世界呢？就關乎一件事件啦，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。唔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，而係完咗之後，士兵們翻到自己國家地區，就係患上咗 PTSD。而家我哋當然知道係一個創傷後遺症啦。當其時咧，其實心理治療嘅手法未去到好成熟，好多嘅國家地區嘅士兵當有呢個病症嘅時候咧，其實唔知有咩好嘅方法。發現咗尼泊爾呢個地方，佢哋雖然冇參戰，但係佢哋有僱傭兵嘅身份參戰，所以佢哋嘅士兵原來透過頌缽嘅聲音可以平靜到落嚟。咁所以咧，聯合國嘅專家小組咧就諗下，咦，點解呢個方法係得嘅咧？問到赤腳醫生嘅時候，就會用一個靈性嘅答案，佢哋嘅神明幫助佢，但係似乎用一個工具係好明顯嘅喎。咁究竟呢個工具係點做到呢個效果呢？所以就邀請咗赤腳醫生去到歐洲嘅比利時根德大學做一個研究，喂，你點樣用呢樣嘢幫佢哋㗎？研究佢嘅聲音特性啦，研究佢嘅震動啦，研究點解可以好有效、好客觀條件咁用呢一嚿嘢頌缽幫我哋改善情緒、改善身心嘅痛症。所以由嗰陣時起咧，頌缽就因為個研究而推廣到全世界。隨住後期嘅身心靈發展需求，頌缽就更加大行其道。讓我哋全世界唔同嘅人咧都慢慢接觸到佢。不過就開始有唔同嘅手法。繼續留意住我哋嘅頻道，了解我哋頌缽嘅發展歷史。